大家好啦，咁翻嚟廿四新嘅時間啦，咁就今日想同大家一齊回望嘅嘢咧，點解即係會今日題目點解會有咁嘅諗法咧嚇？咁就當然其實咧呢個題目咧應該話咁講，百幾年來咧一直都會係同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即係好相關嘅啊。咁尤其是譬如話近排，譬如話但係近排咧。近10零20年嚟好似冇乜人點樣提佢咧啊！即係尤其是譬如即係前排日本首相即係講即係高市早苗講台灣有事論咁樣，但係個反應唔係太大嘅，即係唔同以前咧譬如以前嘅首相小泉純一郎咁樣去拜靖國神社咧，咁樣個去發癲啦去即係。去抵制入貨，即係提倡，即係要愛國，即係呢啲咁嘅，即係你抄舊報紙或者抄網上係咧，你會抄到咧幾十年嚟，甚至差唔多百幾年嚟咧，所謂啲抵制外面嘅貨，提倡國貨呢啲咧，你會見到即係無日無之嘅，即係我隨便 cap 個圖俾大家睇到唔少嘅，甚至乎咧。即係幾十年前，甚至會有人提議話可能抵制國貨即係當然啦。前排人問翻佢呢樣嘢嘅時候咧，佢就話佢自己病毀咗啦嚇。呢啲真係佢自己先知啊。今日就可能唔講得添啦嚇。咁所以就諗法到我腦袋度呢個聯想就由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國貨與展覽嚇。咁頭先即係節目之前咧，咁即係阿石張頭傾幾句咧，佢就好奇怪啊！點解即係叫國貨與展覽咧？係咪先咁其實咧應該咁，其實帶少少聯想力咧就會諗到個關係，其實都係國貨同埋個展覽咧本身嘅關係係好密切嘅，因為好簡單嘅道理啫，就係你有件商品，你就梗係要 sell 嘢，梗係要 sell 出去㗎嘛，係咪先？咁好自然咧。就會有展覽咁而喺晚清嗰個民國嗰個工業發展或者外貿嘅發展等等嗰個要求即係個環境咁嘅變化之下咧呢樣嘢就更加緊要啦。咁所以咧即係就引發到我想同大家即係一齊去回望翻即係國貨相關或者展覽等等呢方面嘅嗰個內容。好，咁我哋咧而家咧，咁譬如話，既然講翻，先回望下國貨呢樣嘢，呢兩個字，國貨呢樣，即係點解譬如話出現啦，係咪先嚇？即係譬如話回望翻以前咧，當然啦，即係又係講翻中國近代史嗰個源頭啦，即係鴉片戰爭，跟住又係不外乎啲説話噶啦，門戶大開係咪先？咁你外國嘅產品咧係搏命咁樣入嚟嘅，咁當然啦。有外來品就自然有本土本地自然有本地貨噶啦，係咪先？譬如你外面嚟條魚，咁你本地漁夫你都會打魚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即係呢樣嘢本身就已經係出現嘅。咁所以咧，即係來佬貨本身相對真係土產本土貨。咁而以前清末嘅時候咧，都係用呢啲字眼嘅土產本土貨。即係代表翻，即係嗰啲產品係本土嘅出版咧。當然啦，喺晚清嘅時候咧，其實所謂土產或者本土貨，其實另一個意思咧，就係咧啲外來嘅來佬嘢改咗喺即係我哋中國大清大國度生產，因為人冇運動開始，咁陸續續等等嘅工業等等工商業嘅發展係咪先？咁其實已經有好多嘅廠喺大清大國呢度即係往往會出現，但係咧以前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可能就算你喺大清大國出產嘅嘢咧，嗰樣嘢係外來嘅咧，都會以咩洋貨自居嘅即係話即係譬如一個番梘咁樣即係可能本身係來佬嘢，你改咗喺呢個生產嗰頭咧咁都會即係充話來佬嘢，好少話係本土嘅番梘嘅，即係以前。當然啦，咁樣叫嘅話係某程度上係為銷情服務啦。始終咧，大家都知嗰俗語㗎啦，外國月亮特別圓，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就經常會發生嘅。咁
咁幾時開始有少少嘅變化咧？就係義和團嗰陣時咧，就開始有變化啦。咁始終義和團佢即係主要係北京啦，但當然其實各地咧，即係都係即係知道你呢樣嘢係即係外國貨啊或者咩嘅時候咧，你都會可能有機會都會搞你噶啦。於是乎咧，原本又舉個例子啊，譬如番梘咁樣啦，即係你喺本來外來嘢嚟嘅，你改咗喺大清帝國嘅土地上，即係生產出產嘅時候咧，唔敢再叫係，即係頭先講噶嘛，過往係話以洋貨自居，即係扮外國嘢啦，或者咩啦，唔敢啦。到義和團嗰個時間咧，就唔敢啦，就改用翻叫其他名稱啦，譬如叫粵貨、港貨、廣東嘅港就唔直接咧，即係點講去迴避咗嗰個問題。咁當然更加咧係避禍啦，係咪啲人咁到後咁當然義和團之後咧，另一波咧有個叫做咧抵制美貨嘅運動咁就係1905年嘅。咁基本上咧，所謂國貨呢樣嘢出嘅呢個 definition 嘅定義嘅出現咧，通常都會認為就係源自於1905年，即係抵制美貨嗰個運動嘅出現咁就算睇譬如喺當然抵制美貨呢個運動，連香港譬如話《華字日報》咧，即係都短短文字咧都有講到大概嗰個即係嗰個來龍去脈咁當然咁講即係咁原當然啦，再具體嘅咧，大家可以建議翻大家睇翻，即係1905年天津嘅大公報咧咁佢嗰個有一段文字叫美國華工禁藥淺說咧佢嗰個來去脈咧係好仔細嘅。當然啦，喺呢個抵制美貨嗰個運動咧，就唔係話1年半年就完咗嘅咁因為咧個原因就係喺美國嗰度咧就有一連串嘅即係嗰個法例去針對你嗰個即係可能譬如華人去舊金山或者即係包括唔單止賣豬仔嘅，包括做生意等等嘅嘢咁所以咧咁就被即係喺呢啲消息咧去到當你去到香港或者天津嘅報紙嘅時候咧，就咁陸陸續續跟住當本地人即係我哋中國大陸嘅本地人咧就會都知道發生咗嗰個事啦。咁而具體所以呢個抵制行動咧，其實就包括咗譬如話，即係盡量就唔用你美國嘅船隻買板或者唔用即係美國人等等，即係等等而通常參與嘅咧個範圍咧亦都好廣嘅，即係唔單止一般嘅階層，即係學生，唔單止學生哥添即係連商人咧，即係都係支持，梗係支持啦，因為始終你有即係啲抵制咗個美國貨咧，得益嘅咧就係你大清帝國嗰啲工廠商業等等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運動就可以話喺呢個商家嘅勢力之下就即係會變得好即係比較聲音會比較大咁喺清廷嘅角度嚟講咧咁即係你搞震啦，係咪？咁相對而家近幾十年嘅嗰當局咧，佢好鼓勵你上街，即係抵制入貨定咩咧，就完全兩回事嚟嘅，完全係兩種唔同境界嘅。喺清廷對於你商家佬包括商家佬在內百姓嗰個抵制，覺得係咩叫有外邦交嘅咁所以就佢又唔會咁樣大肆鎮壓你嘅，但係當然就相對就相當嗰個冷淡。但係咧，譬如頭先講到，譬如天津嘅大公報上海嘅新報啦等等咧，就會有無數嘅評論。我就話點解我建議大家可以睇翻上海新報或者天津嘅大公報咧，有好多評論來龍去脈就好仔細嘅。當你睇完咧，所謂文字大開啦，係咪先？即係你幾唔知道件事或者咩嘅時候，你睇完你都會即係知道，亦都令會你自己即係有嗰個諗法，係咪先？咁呢個運動頭先講啦，最大即係點解俾人定義為差唔多係大多數而家所謂定義咗為
我哋即係國貨嘅個開端，因為呢啲評論咧就加入咗大量嗰個即係相對洋貨本土嘅貨嘅嗰個意義啊。咁當然啦，某程度上亦都可以理解為咧，即係喺外邊你孫中山所謂即係嗰個反清嗰度咧，亦都好多嘅民族嘅思想啊。咁你連呢個民族思想當然唔會係淨係孫中山獨有，唔會淨係嗰副孫中山獨有啦，係咪咧？而係整體個環境咧，都已經係即係個民族嗰個意義嚟嘅，已經好濃㗎啦。咁所以包括頭先我講嘅新報啊、大公報嗰啲啲。咁當然啦，即係頭先講孫中山呢，亦都嗰個思想係啦，可以話係一種影響啦。但係無論點，呢個抵制美貨運動，基本上就已經影響咗呢個所謂民生嘅嗰個態度即係變咗你來佬嘢，你唔能夠再係即係獨大噶啦即係而係話，即係啲人開始都醒覺要用翻你本土嗰個本土貨鄭觀應咧就有個叫盛世危言嗰度咧，佢就有段文字就已經開始提到我國嘅貨物即係已經係一個好明，即係已經即係講到明係一個好對比啦。呢個好好嘅例子就佢呢段文字就講咗咧，即係我國係有法律有咩自主啦，即係等等，即係嗰個稅務啦等等呢段咁嘅文字咁當然啦，喺當時係晚清人員，當然係希望大清勵精圖治啦。但係咧嗰種嘅嗰個用自己國家嘅嘢優先咧，即係喺呢度嘅就已經係我哋譬如睇呢個例子就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咁而當時咧有一樣嘢係新，即係晚清有一樣嘢都係新興嘅咧，就係咧展覽會、博覽會因為既然即係頭先講咗好簡單道理，既然產品出咗，即係有件產品出，你梗係想行銷俾大家人知啊嘛。咁於是展覽會就係其中一個方法。咁喺晚清嘅時候咧，其實咧已經係有展覽會嗰個出現嘅啦咁其中咧，咁當時咧就唔係我哋唔係叫展覽會，唔係叫展覽會或者咩嘅咁當然啦，博覽會呢個字都有啦，但係最主要嘅嗰時嘅展覽嘅嗰個稱呼咧叫賽會即係就係講展覽會嗰個意思。而當時咧，其實最推舉展覽會即係賽會嘅人咧，就係袁世凱因為袁世凱嗰時係晚清就係做北洋大臣啊嘛即係嗰個佢曾經有段文字就講過嘅，即係係商務最關鍵嘅嘢嚟嘅即係而係即係你要強化自身嘅嗰個即係大清或者中國個自身嗰個工藝咧，第一場戰爭就係靠呢個展覽會即係俾大家知道即係西方人得，我哋又得即係呢個即係袁世凱當時就已經有嗰個呢個諗法啦。咁所以佢其後譬如喺佢做北洋大臣，咁跟住去做即係佢影響力之下啦，咁跟住天中就自然有嗰個商務局商會等等咧咁就陸續咧就開始去推動嗰個發展之餘咧亦都會就1905年就開始搞呢個咁嘅展覽會啦咁頭先講到啦，佢講到即係佢嗰段説話推廣，主要就係希望係推廣翻自己即係本土出產嘅工藝等等咁就呢個展覽會之前嘅有一個名堂叫北洋工藝學堂嘅咁就係陸續去搞啲新嘅嘢、新嘅發明出嚟啦咁當時咧當然啦，即使個展覽會上面出嚟嘅嘢都係叫土貨咧，咁其實已經係實在咧係推廣呢個即係官方角度嚟講實在就係推廣國貨嗰個所謂嘅第一步如果大家咧有睇過以前有套電視劇走向共和咧，音樂咧就係袁世凱
即係真係搞咗個展覽，佢就請慈禧太后去觀摩啲鐘仔啊等等啊呢啲玩法啊，好當然啦，即係嗰段嘢係嗰段都係虛構嘅，但係大概嗰個即係歷史背景嘅，即係都係啦，都係值得大家可以睇一睇，係啦。當時已經袁世凱就係已經係好積極嘅去推動即係展覽類啦，同埋亦都好重視翻自己即係國貨去點去走出去嗰一步啊。咁所以當去到民國嘅嗰個時間咧咁就會有一個所謂國貨運動嘅嗰個出現咧，或多或少即係晚清北洋大臣袁世凱去做呢啲等等嘅嗰個，我相信係喺歷史上嘅貢獻就係咯，即係有嗰個關係啦嚇。咁我哋之後咧就再同大家回顧翻呢個即係國貨運動好，休息下先。